今日我哋去咗參觀退役烏蠅頭列車，然後參加排仔哥哥活動，有得整棉花糖，同埋玩結場大戰添，快啲去片啦！港鐵將兩塔退役嘅東鐵線中期翻新列車轉真實天宮，並將列車重置於山體展示，亦紀念東鐵線順應人間路海。我哋一齊睇下港鐵嘅大橋啦！我哋烏蠅頭列車9大個主攻雖然係中期翻新一個歷史地位。今次我哋會喺港燈豐田道廣場前面中田路站。另外，安全運動烏蠅頭灣仔港燈就等我哋放一個水平，亦都係另外一個顧慮。而將列車放喺船上，的確有好多船頭高高要處理同安排。等船埋岸之後，亦都需要精準地擺放烏蠅頭對預設嘅路軌。我哋好感謝唔同嘅單位喺計劃中所作出嘅努力，讓我哋令到列車順利跨過維港擺放嘅關卡。我哋去下一個目的地啦！夜晚參加咗排仔哥哥活動，我哋先整棉花糖，倒啲藍色同綠色顏色液，再倒熱嘅棉花糖漿落顏色液度，再攪拌，等凝固，開始試下味先。跟住玩結場大戰。我都切啊！我呢個就係咩色moment啊！